请收看因果禅灵红宝忏。良早世上发现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。脚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金的招牌。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。打拼的人，脚无永远徛在在，名声若好才有空，金的招牌。队长，有办法通医啊无？我毒全部贴伫心的外口，好佳哉！有一种药物甲阻挡掉咧。队长确实是天下第一名医，名不虚传啊！这是什么药啊？对来，这是九转续命丹，是保治上师的秘方。李夫人冒着危险退来，也毋过这药性，敢若有7天的效果，只卖剩6天。啊？剩6天？队长，你有啥物办法，通除去这个恶毒，起死回生？大小姐，你袂用去啦，你若硬伫遐困，你莫去害吵啦。你乖啦，乖啦，莫去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唔吵我，阿娘，你唔是我阿娘，你是谁？大小姐，我阿娘去倒位啊？我唔知啊。大小姐，咱出来去好不好？太吵了，我了，阿娘。李夫人是大小姐家己走入去，阮两个无法度甲伊阻止，请李夫人原谅阮，替阮甲将军求情啦。星期阿姨，为什么娘你妈在骗我？是不是我阿娘死了？瑶瑶，恁阿娘还阁活，你哪会讲伊死嘞？伊若是国外的，谁那要叫入伊加做我阿娘？这根本就是骗我嘛！瑶瑶，唔是咧骗你啦，这其实讲起来哦，是要互你放心啦。啊，其实讲起来，恁阿娘都已经……阿姐，哎哟，小妹啊，你有听人讲过无？阿人脚眼嘛是有芳，啊你看瑶瑶安尼巧，伊都拢知影，啊你规矩就坦白来讲啊。也毋过，因阿娘就唔愿意互伊知影。星期阿姨，我阿娘不是啊。大将军啊，好佳哉，好佳哉，已经解一毒去啊！感谢道长尽力解毒。队长啊，另外4洞呢？少年的，你嘛安尼小华休困，恢复功力的，才过来。请坐。啊，是讲队长啊，啊你呢吼，一天爱恢复功力，啊一天解毒，啊你恐吓时间会袂赴呢？新公主啊，兵都已经尽力啊，万一若阁袂赴哦，
我嘛无法度。道长，咱其他敢无啥物办法吗？其他哦，有是有啦。较早吼，孔明捌用过一个法。啊，我知，七星顶演奏大法对无？无错，就是这个法。但是当时孔明身躯并无中毒，咱将军夫人即马身中四毒，恐惊的，我较无100%的把握啦。道长，这次非常感谢你会当远道赶来甲阿美解毒，弟子感恩不尽。我甲阿美两个人是情深似海，为着伊做任何延寿的方法，我拢愿意去做。只要请道长你会当尽力帮忙。大将军啊，即马天下这个皇帝实在起无道，害百姓安尼生活甲遮尔艰苦。即马所有的人，大家拢安尼期待大将军，你会当起义图报。你即马是天下间所有百姓唯一的新希望。大将军，若会当为你办代志，这是贫道的功用。贫道绝对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感谢道长，全力支持。我大将军啊！哎呦，唔通安尼受动袂起，受动袂起，贫道受动袂起。瑶瑶，你这吵什么？林公，顶一个你甲传创啥？相公，拄则瑶瑶撞去大姐的房间，发现是如意装作大姐，所以伊即马差要找因阿娘，我嘛无法度。你要我瑶瑶，你阿娘即马伫咧破病，你还来去影响到伊情绪，去倒去。是啦，瑶瑶乖吼，瑶瑶乖，来，甲出去，甲你出动。瑶瑶，你爱原谅阿娘，阿娘不是无爱惨你，阿娘是惊你看到我的歹看你，会互你惊着。乖吼，较早困嘞，一暝甲天光哦，把手开开。真可恶，敢代替我来疼惜瑶瑶，互我来甲教识者。袂用的，假使我若入面，会吵着瑶瑶，而且会互伊看到我的面。无论安怎，我拢爱留一个上好的印象，互瑶瑶。你实在可恶，你知影无？你到这个时阵，你还搁来伫遮要害阮小妹啊？伊毋是瑶瑶阿娘，伊无资格嫁做瑶瑶。你讲这啥物话啊？人今仔日哦是咧帮助你呢，你咧艰苦，替你咧照顾囡仔，安尼有代志啊是毋？我不准伊接近我查某囝。大姐，是因为瑶瑶伊困袂去，所以我才错啊！莫搁再辩解啊！家情家义抢红婿，像阮女儿你真不该。再三误会听阮讲，真心真意请思量，害我凄惨搁悲伤。你若敢做就敢当。我听了强强要发讲，你稳将修报无原谅。你两个姊妹啊！大嫂，大嫂，啊你来走来遮啦？害我找拢无你，行，来去，时辰已经到，即摆要做8到7星啦。这什么这？你根本就是要救我大事，我不爱去。大嫂，你哪会使安尼讲啦？即摆道长已经准备好啊，你若唔紧去吼，恐惊会袂赴啦。袂赴就袂赴，我不爱去就是不爱去。道长，时辰若错过要安怎？时辰若错过，代志就难咯。那安尼，你哪毋搁办会用志吧？迄是无可能。明仔载开始，连续10天是大煞日。 10天后，那安尼，上命等的药效记过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对，是要安怎才好咧？事在人为，听天由命，
大嫂赶来。你是到底去倒位啦？大将军，即马卖问，紧让夫人办。好我。阿妹，我起来，上心性，向你祈求，紧。你要袂负信心啊，紧拜啦！拜什么拜？拜上天啊，祈求会当互你延寿。我延寿是有啥物路用？阿妹，你哪能安尼讲？安尼讲啥物物件？我活到这么痛苦，加延寿是加痛苦的，我袂拜。过去早死早过我，阿妹，你哪会安尼？你哪会无拜？我就是拜，我拜要讲啥？我拜！我哩，阿妹，你哪会安尼做？相公，生不如死，我活到这痛苦的。我活来叫啥物好用？我想要阿妹，啊，到时讲准爱讲人，啊，爱分相牵连。声声若好才有风，因的招牌。北斗七星延寿命，自灭命顶路歹行，灭佛灭道真歹拼。命存无命，我心惊惊啊，心惊惊。相公，你唔免烦恼，一定还阁有其他的办法。命定失去，无希望，无希望啊！啊，那都袂成，啊无过去来去救阮，咱搁来去救老相思啊！对，请。大将军，真实的，真见笑，这是贫道一生中上大失败，也是贫道一生中上大见笑的代志。道长，是我的家后一时情绪失控，若有得罪你的所在，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莫阁责怪。贫道个人是无意见。如果上天若要责罚贫道，贫道嘛无法度阻挡。道长，你敢真正无法度，要救阮大嫂的性命？无可能。贫道过世，见笑见笑。道理，请你原谅我啦！我是奉将军大人的命令，请道理原谅我。你干啥物？先得将军的命令，你根本就是二帮派来，要来害歹我，对吧？唔是啦，大夫人，唔是安尼啦。啥物不是？你想要害死我，我就是害你死。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干我无你的，干我无你的。夫人，你哪安尼讲？我拄则明明看你个电视的啊！是我甲电视，是我台视的。大人唔爱陪你，我知影。安尼我去超过这样袂？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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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莫安尼啦！我呢，拄则我已经犯了杀业，我愈来愈啊，我家己，我实在我要做痛苦的，你莫走我，我去跳车，我去死！夫人，你莫安尼，夫人，这个，大
的啦。我会相信。你管，嘿，什么你死别管管？你的性命是阮救的呢，若无去提我你食，你早就做亲娘吊桥啦。免你家后悔啊！我的代志，免你管，免你管，我去死！嘿，歹势吼，对付你就用这步的啦。记啊，今仔日已经第4天啊，大嫂咱拢无起色啦。哎，记啊，你是毋是要出来行行咧？你逐天关伫咧内底嘛，毋是办法啦。喂，我还留在伊的身边来照顾伊。万一伊的病若是搁再发作，恐惊阿妹敢若剩3天的时间。自古英雄佳人配，夫妻恩爱无怨悔。天涯破剑死相随，酒中看梅醉醉醉。方方共心斗阵飞，诚心跪雪来解围。七天催命不如归，生离死别比比比，生离死别比比比。小梅啊，啊你真是为着伊，要求父做保庇啊？哈，你头壳歹去啊！你知影无？迄个人哦，对你怨毒是愈来愈深啦。伊袂感激你啦，伊可袂当早一日甲你害害要死。啊，你为着伊，你求父做保庇，我跟你讲哦，伊若好啊吼，伊会甲你害死啦。阿姐，阿爹是毋是教咱爱操经、学佛，对无？对啊。那安尼，咱是毋是爱学佛祖的菩萨心？你讲安尼就对咧。佛祖教咱哦，爱原谅别人的过失，爱慈悲为怀，救度众生。对啊，大姐的怨毒心是因为我引起的，伊会走火入魔，灭道灭火，嘛完全是因为我的作业，所以我会以大爷的心情来原谅伊，来同情伊，甚至我会替伊向佛祖祈求，会当延长伊的血寿，安尼毋才是学佛祖的菩萨心。吼，安尼有做菩萨心啊！那你讲了有理，啊无我嘛做来救吼。做你着保庇吼，安尼赶紧来添好手就对啊。啊，到时间准。声落雨照风，因的照大房灭佛，过灭道，二房诚心来祈祷。一个怨恨的下毒药，一个自悲求仙桃啊，求仙桃。唉。快出现了！啊，内底安尼，收了紧啊无啦哈？已经是最后一天啊！看伊的气色是愈来愈歹，恐惊的毒气已经攻心啊！莫非这是天意？上课，这首诗会去你，是咱去梅山看梅花时所写。梅花因会流到我，早春叫咱来做伴。梅花流到龟山坡，倒伫梅兰上快你一蕊乐，我插到骨头手万分。
相公，你咧哭？阿美，你要答应我，后世人你还阁做我的家后。相公，我要做这世界。毕竟就是靠命运，七世红某来约束。灵福，灵福，来相杀，有情有义，七世缘。有人错桶足大个，听到什么着加牙。误认翁某情是假，毋知正错常常加。阮目睭抓一粒沙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